高雄县嘅柳桂乡传来韩国岛等人爱去救嘅情形，还有嗰岛嘅灾情，不过也有救唔彻底嘅消息出来，其中提报来下辈嘅新开铺落，确定嘅死亡人数有32人。不过，伊能对外嘅唯一口位本太水打团呢，救难人员只有可能会简单搭被公诉冒险入岛灾区。大早6點，天下慢慢全國有建議小民間嘅救難人員，還有軍方所組成嘅救援隊隊，透過怪獸開拓，從橋嘅柳桂磅空前進到柳桂鄉嘅新開鋪落。我知道咧，羅龍係好巴順，目前所看到嘅現象，本記到許多實在係當地影響。對外聯絡嘅每日錯橋本大水大快鐵，橋對岸嘅新開出，對外通信也係完全中斷。出面實在就是用紙包年殺股，透過用特別某些探究嘅方式，將信息傳出來。鍾義美，電話他家的人已經平安了，沒有什麼問題了。差不多出生20天，目前無牛奶粉就對啊。無牛奶粉啦，伊只有下啦，上牛奶粉。你講另外一個發燒的，目前無感冒藥啊是？收掉，好 ，OK。裡面總共知道的就是有32個人。聽到案外消息，救難人員完全無法度估到危險，用鋼索所簡單搭起來嘅溜落冒險渡河，因為救援1分鐘都做唔得頂。用華僑的進去救災啊，所以他們是不是有親人還在裡面呢？沒有，純粹就是要搶救他們那邊的人過來這樣。QQ 嘅鼠標啊，擔保記者態勢講出在面無情嘅心酸。公務單位到軍方也當到嘅全力嚟用搶通態度，還有空中巡捕嘅方式，就希望就將傷害盡量降低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